新疾管案武汉回来台商，因会入美即隔离检疫所来进行隔离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嘛开始即要征调着医护人员咯，协助来照顾着即款回来台湾的台商。未来也会提供互愿意协助医护人员津贴。医师每一个人每一工是1万块，若护理人员是每一个人每一班是5000块。不过呢，爱签订即保密的条款。而为着要接即款人，机场嘛是出动着翕电工的机器。 正摆留伫武汉的台商要坐飞轮机返来台湾，桃园机场的工作人员拢唔敢放放风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嘛发紧急征调人出来，对象是全台湾的医护人员。在专业的人力上面，我们也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好，那至于在整个的一个地点里面，当然要考虑好它的一个适当性，还有它的一个分配性。 指挥中心预计会伫全台湾设专门的检疫所，所有为中国武汉返来台湾的台商，拢会入去内底做分流管理。14天内拢未甲社区的民众接触，为着互遮的防隔开的人，拢会当受到上完整的照顾。指挥中心嘛赶紧征调医护人员，根据传染病防治法，这段时间互征调的人，唔拿本来薪水会当照领，逐工嘛拢会搁加发保障津贴。医生一个人1工1万块，护理人员一个人1班5000块，其他医术人员一个人1工2000块，行政人员。 一个人一工会当领到1500块的补助。有关人数的部分，这块我是没有掌握啦。哦，但是津贴的部分是依照我们传染病防治法第53条啊，它的规定。这预算无上限了哈，是疫情的需要，我们做最佳的一个分配。 包括所有公司入病院的医护人员，拢有机会会防调去，嘛拢爱签保密协定。这嘛是2003年SARS了后头一届的征调，面对疫情唔敢凊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